那也是因为这几年，我们一直都在用很有美感的方式表达对很多事情的不满。我们台东那个唯一的一个3元海水浴场，这个 BOT 案呢，本来是要经营一个海水浴场，结果发生了很多的秘密，它居然盖起了一个很大的大饭店，就是一个海水浴场的 BOT 案变成几年之后生出了一个大饭店这样。那当然是依法有据啦。他们说的，台东县政府说依法有据。那也是啊，在民国92年的某一个程序中，我们这些人民在那15天的公告期间没有提出意见，就表示它可以变成大饭店，它值得依法是这个。那目前就是高等法院已经2度判他败诉。命他立即停工，对，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上诉。那在无罪定谳的那个民主的法律程序里面，就是他还是可以继续施工，要等他3审定谳。但是又碰到选举，所以我们想应该不会在选举前有判决，比较可能还是要等到明年吧。你想说什么吗？我想怎么办？那7月10号，我们有很多朋友在6月10号到7月10号，我们台东一些做创作的朋友们发起了一个在沙滩上的行动，千人牵手吼海洋，然后算是我们第一波一个比较具体的行动。那接下来陆陆续续，有人说要去把它炸掉，那也有人说，那我们请中国的什么来炸。中国不是，为什么一定要提中国？中国的飞弹不是啊，搞炸弹的人来弄。一定要中国？我不知道啊，乱讲。那个品质。炸弹的品质，对啊。人在路上，那不要，台湾自己的，我们买他们的 iPhone 就等于炸弹。然后我这2天又看到那个非洲很旱灾了嘛，然后就又饥荒，我就觉得。我真的以后又刚好碰到生日，总是要想一下事情。我觉得到底什么是公平正义啊？我们跟非洲的人比起来，我们在这里鬼叫的，人家连吃饱饭都没了。可是，因为他们吃不饱饭，所以我们要忍耐所有的一切呢，也不对。不对。这当然是几个不一样的事情。所以。反正是一个很奇怪的生日。对。你们过生日的时候不用表演比较好。了不起去唱 KTV 就很开心了。你当下是 KTV 吗？当下 KTV 一样可以选歌，一样可以卡歌。看。可是因为唱 KTV 就可以很轻松的喝酒聊天。可以啊，好，可以啊。现在也可以喝酒聊天，可是因为我喝了酒以后就会没有节奏感，也没有音准，也什么都没有，我就会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我。但大家不介意嘛？对啊。那你干嘛喝醉可以？可以啊。我不想喝。没有，我觉得我明天会后悔。你是要为了明天储备今天的活力吗？应该不是。没有，这又牵涉到我有脊椎的问题。因为今天喝下去一定会喝到很爽，明天我就会很痛，就很孬种。
进来要少一点，少一点啊。开。就很糟糕，用太多头脑。你喝酒的爱用那么多头脑，帮我倒一杯酒来。一点点就很爽，一点点啊，一点就很爽，不好嘛？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多才很爽？对啊，我不喝也很爽啊。真的逼他喝啊！那你喝？你不行。对啊，你不行。但是怎么可以不行？不喝就其他都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。哪有？真的不一样。超嗨，一直在嗨。可是你脊椎会痛吗？如果不会就没用。来了。